在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进行和平抗议的维吾尔青年遭到土耳其警察的阻止和骚扰。几年来，无法与东突厥散的家庭或亲戚联系的一群维吾尔青年，穿着上面印有父母和亲戚图片的 T 恤，在位于塔克西姆广场的阿达图尔克纪念碑前照相。没料到，他们遭到土耳其警察的拦载和骚扰。据社交媒体上的视频，警察要求他们脱下或反穿 T 恤才会让他们离开。土耳其好党议员伊布拉辛·哈利里·欧拉尔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土耳其警方的做法。他说，遭到中国迫害的维吾尔同胞在土耳其受到警察的骚扰，警方要求他们在街头反穿 T 恤，这是不可接受。我们督促伊斯坦布尔警察总局和内政部长查清情况并给予解释。居住在英国的维吾尔活动人士和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说，他们正在受到中国当局的监视。他们说，他们的家人曾被用作阻止他们反中国政府活动的威胁。据英国电讯报报道，居住在英国的维吾尔维权人士埃兹泽·艾莎·阿尔昆已经收到一些消息说他的母亲承受着压力。报道说，这些情报是由中国间谍发送，他们想与他联系，并希望以此方式停止他的活动。埃兹则说，中国政府已利用该家庭作为人质或恐吓手段，以压制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的活动。星期一，为共产党培养了近40年干部的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今年以来，中共内忧外患之下，当政者习近平也危机四伏。通报提及其发表有严重政治问题和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蔡霞今年以来因为一个导席录音引发关注。他在录音中点名批评习近平是黑帮老大，称中共是政治僵尸，要求习近平下台。官方通报说，蔡涉及所谓的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违反国家事业单位人员行为规范。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决定开除蔡霞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取消其享受的相关退休待遇。中美关系紧张之际，中美已无期限推迟原定15日举行的中美贸易谈判代表事项会议，原因未明。彭佩社报道，中国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长奴茜原定15日举行视频电话会议，但会议被无期限的推迟。报道称，这原本是中美日益恶化的关系中罕见的沟通，突然推迟会议可能为两国关系蒙上阴影。美国白宫顾问库德洛8月13日表示，特朗普政府对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情况感到满意，或暗示协议能在本周六的评估会议过关。美国逮捕一位前 CIA 人员，并指控其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司法部周一表示，美方拘捕了一名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并指控其在一项计划中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该计划也涉及他一位曾为 CIA 工作的亲属。司法部声明稿称，前 CIA 人员马玉清周五被捕，罪名是他同伙一名同样曾任职于 CIA 的亲属向中国情报机关传递机密讯息。这项刑事指控在周一对外公开。马玉清为归化的美国公民，在1982年开始为 CIA 工作。法庭文件指控称，10年来，马玉清及其亲属与中国间谍共谋，分享美国机密的国防讯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誓言要在10个月内创造10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一个方法是制造设施从中国迁回美国的美国企业提供税收抵免。特朗普在讲话中称，我们将给那些把就业机会从中国带回美国的企业提供税收抵免。特朗普强调说，美国非常接近寻找武汉病毒疫苗，我们将打败中国病毒。